歡迎大家收睇中西區 YouTube 頻道，會為大家送上甲組聯賽第21週賽事中西區對和富社企嘅精華。呢波再鬧入嚟龍門口，蘇沙左腳鬧到，鬧唔中框喎！呢個波有啲可惜啊！今次試下迪迪馬放個長波落點麻麻地，伊美卡頭槌壓翻上嚟，落咗曉高腳下，即刻揈過嚟呢邊，單對單睇迪迪馬，又擺過咗左腳射，可惜呢個波咧就食得唔係太硬啊，咁啊掃把腳。角球李健開入嚟，頭槌頂到，呢邊伊美加頭槌一頂，保羅反應亦都快喎，單手將個波猜咗出去底線。伊美卡頭槌一點，曉高到唔到啊？避過咗，再拐，可惜起唔到腳。呢波想話再擺過對方，呢波漏咗過嚟，第一時間嚟佢左腳一射，柱邊出界，哇！相當之勁磅啊！射波係黃永傑啊！咁耀陽執翻過嚟，鍾文俊第一時間大腳鬥上前，呢邊冇人埋去取，就伊美加就咁樣深刻照落嚟，益到安基斯喎。翻去右路，李康廉側過嚟，安基斯再俾翻李康廉，鬧你龍門口，門將猜走咗，再加一腳。史建威最後解落圍出底線啦，安全啊！咪猜得好短喎，李家俊兩埋撲去，輕輕挑起個波，諗稍為諗多兩諗啊，真係。都俾佢差佬入嚟，安基斯回翻過去，劉浩林即刻試下放個過頭波俾康廉後上，但係呢邊葉建亨亦都出得，相信呢個應該會係上半場最後嘅攻勢啦。頭柱落，史建威頂走咗 ，second 波左腳一射就劉浩林省中人，呢個波再解圍嘅時候，果然係裁判呢個時候明踢完上半場啊，互無紀錄啊，踢成0-0嘅。下半場中西區應該就已經作出咗一啲嘅人腳調動。見到17號啦，陳曉峰啦，同埋呢個77號黃力威都喺度嘅。而家就中西區非常需要係一場勝利。何思哲同曾健房鬥得，何思哲腳背彈咗上嚟，再轉咗過去左路，曉高單對單，幾下假腳拐過去呢邊，迪迪馬都殺到，掉一掉開咗，曉高仍然攞得住個波嘅。再通個坑渠靚晒喎，側角度一射，保羅分出底線。哇！呢個波曉高都藝高人膽大啊！射緊波陳曉峰攞到之後，再側過嚟李康廉拖入嚟中間，劉浩南再放過嚟，張俊軒走甩咗噶啦，呢個波腳背一彈，哇 ！Marco 仔呢個波係有心射還是出波嘅咧？好啦，睇下點樣處理啦。何思哲呢個波扣翻入嚟中間，左腳再擺，再吸。回後汪雙才，可惜呢個波唔順腳，踩一踩前再射省中人，又輪到 second 波執翻落嚟，就輪到中西區嚟個反擊啦。劉浩林猜過嚟右手邊李康廉對住車潤秋，吸過咗車潤秋，入咗中間㗎啦。李康廉再入埋禁區，呢邊最後就黃榮傑咧一路死追住，咁啊再壓翻嚟中間，陳明遠解圍解唔晒，呢邊又再鬥翻過嚟右路就李康廉踩定。再刮入龍門口，呢邊起宏峰搶點就頂到㗎啦，但係亦都俾伊美加追到去實之下咧，就頂咗出底線啦。過唔到廖偉業，回翻後俾彭琳琳，又刮入嚟，呢邊蘇沙頂甩咗，哎呀，可惜啊，頂就頂到啦，可惜角度唔係太夠啊，刮入去揾個機會攻門咧，扯去遠處呢邊伊美加到佢左腳鬥中嚟啊！哇，呢個波咧幾乎就補時階段入波啊！補咗好多啦，補咗6分鐘啊！補時嘅第7分鐘已經開進入咗，長波掟過黃力威，攞到落嚟，兩個埋嚟對位，唔俾佢有任何機會突破啦，焗住佢要快推後，都俾佢咬到，黃力威掉個高波入去，李康廉頂到，可惜落到嚟就葉建亨立晒，帶翻嚟中間，推順咗睇下點入嚟啦，踩翻後，力水大咗少少。再分翻過嚟，張俊軒俾到李康廉，張俊軒要出啦呢波，第一時間刮過去，頂唔到，解圍 set 翻出嚟，曾健房甩甩地都俾佢叫翻上隻右腳一射，撳死咗個波就柱邊出界，過唔到，陳明遠頂翻出嚟禁區頂，陳曉峰黐翻落嚟，再俾翻張俊軒，再刮遠處伊美卡頭槌壓翻出嚟。
再加一腳。汪雙才解圍之後，球證亦都鳴笛完場。